嗨，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去疊教睇單龍漂移。今次嘅單人比賽喺疊教嘅潭頭起步。嗱，呢叫做起步點。係咪2點鐘開始啊？哦，點半，過咗點半啦。大家唔好笑佢，佢等唔切啊！哎呀，點咁歡迎大家嚟到中國佛山疊教龍船漂移大賽單人龍艇漂移賽嘅現場，150幾條嘅龍艇將會挑戰嘅係9曲13彎嘅9公里賽道。第3隻唔得啊，怕到豬仔，怕都冇怕。今日參賽者要爬來回9公里。狹窄變化衝道造就漂移。呢個係小朋友啊！細個啊，嗰個跟住我就將媽。有電點啊？得可以出係咪啊？阿黃哥唔得啊！打你嘢！中間嗰中間嗰。今次入住呢間如意，喺呢度行去比賽場地只需要20分鐘。呢個係疊教嘅平面圖，點樣揾路行可以上網搜。我哋用咗最原始嘅方法問路。鍾意我哋嘅介紹，請多啲互動。前邊係咪疊教市場？過去差應該500-600米遠吧。疊北市場啊！先揾到疊北市場，喺市場行入村，爬龍舟咪喺前邊，大概15分鐘就揾到潭頭。村裏邊都有唔少嘅古建築㗎，都好啱打卡，懷下舊。好啦，越嚟越聞到陣龍舟味。豐盛爬龍舟咪喺前邊啊！單龍啊！單龍係啊！單龍喺度過嗰站。起點喺邊度啊？南後嗰邊啊，隔離村。哦，跟住衝邊去？好啦，仲唔係你？一見到疊教水鄉好想我就定好多啦，知道我冇去錯地方。今個月10號有一場預賽，我都會過嚟。嗰日用最傳統嘅方法坐大巴上佛山。嗰晚係4月30。心諗啊，5·1效應啊會塞車，就喺深圳灣過關。講你都唔信啊！5點半喺香港出發，咁就大塞車。大家睇下啲車嘅速度，上到佛山11點，就喺塞車現場同大家講拜拜。